日能开发甲环境保育，是毋是会当寻求共存呢？家己布地盐田湿地生态是真丰富，嘛是乌面老尾重要的栖息地。但是遮有80公顷的地面型的供电场。2018年的年底，供电场施工引发着破坏环境的争议。经过沟通协调，业者决定加供电场30趴的面积，相当是20外公顷，来留作生态保育区，让杜鸟会当来讨食栖息。高雄市野鸟协会等等的这个单位，嘛伫个周边来ren用着湿地，长期守护监督。安尼做法，敢会当降低对杜鸟的冲击呢？另外一场供电甲湿地并战，做伙来看。当你光电板盖上去之后，那个候鸟的能够利用的面积就少。短时间内要冲得高，其实有可能争议就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其实期待是光电是好的东西，应该放在对的地方。乌面老尾无用伫讨食，白色身躯姿态真优雅。有时你谈恋爱，有时冲起你天顶，绿意美尽在其中。每年的冬天，台湾西南边沿海出海口，渔温甲湿地都会迎来这阵娇客。那吸引真侪爱鸟的人士，嘛变成当地上水的风景。不过2018年10月，这张相片伫网络顶面传来传去，光电非湿地争议引起社会大众的关心。一个英国爱鸟人士伫家己布地盐田湿地翕到这张相片，一边是乌面拉背休困伫讨食，一边却是卡图基咧种地，强烈的对比，矛盾佮冲突。原来政府全力发展光电绿能，2018年锁定家己县布地8区80公顷的盐田，要起光电房。2年后，年发电量差不多是8750万到1亿度。为空中来看，一片一片采伫废盐田中的太阳能板，改变了海岸的地景。光电甲环境的两难，敢真正无解。当初怪手被拍到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堤防上。那这个围堤非常重要，是因为我们在施工前必须把这个围堤筑起来。那筑起来之后呢，它才能够保留我们生态保留区里面的水。那水这片生态保留区被称之为杜鸟，也就是过冬鸟的餐厅。水里中盐田的茶的电火条是鸟伫休困的所在。光电开发造成鸟类栖地缩减，保育团体甲光电业者有几啊摆协调。2019年，业者接受光电厂保留30%20公顷，当作生态保留区，和过冬鸟会使休困，并且答应讲持续进行20年的生态调查。双方各退一步，找到生存之道的办法。在开发初期的时候，就受到许多的环团还有生态学者的用放大镜来检视，是不断的跟他们沟通、去了解、去协调，就是要打好这些互相信任的基础。怎么样在各自的专业里面把这个冲击降到最低？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抱持这样一个心态，就是说这个案子基本上就已经定案了。那定案之后，我们就要想办法让它去往前走。所谓往前走，就是对湿地的冲击减少。鸟飞起来了。高雄市野鸟学会总干事林坤海做鸟类生态工作已经超过30档。2017年，伊展开环岛的计划，嘛研究全台湾湿地变化。经过家己布地时，开始关心当地过冬鸟渡冬。过两年光电厂的兴建，环保团体甲业者的协商过程，林坤海嘛拢有参加。今年等于就是说，光电厂设置，然后在营运的第1年，只能粗略的讲，能够用的面积少掉了70%，全区来比，一定数量是会变少。依照中华民国野鸟学会东海大学的调查，8区盐田总共记录过66种的鸟类。2019年起光电厂了后，过境的杜鸟比2018年减12种。
其中保育类乌面腊鸡数量减少63只，黑尾鱼甲小燕鸥嘛大量减少，这是湿地种光电付出的代价。干么都将这过冬鸟吹回来，环保团体要伫拍拼。很重要的一个候鸟栖地，这样子，对。所以当你光电板盖上去之后，那个候鸟的能够利用的面积就少了，太多。采访这一天，林昆海的草湾区赛车差不多15分钟的十区岩田，透过吊镜详细观察。有另外一个闹热的世界，这是杜鸟伫布地最后的净土。2019年12月，高雄市野鸟学会甲国有财产署争取认养这片91公顷的岩田，希望讲会使提供这阵飞行千里的桥客一个停留的休息站。当然，我们会希望这个认养的面积可以扩大更大，扩大更大。然后呢，透过这个水位的调控，来让这个鸟类可以取得比较好的一个栖息环境，也让这个湿地整体的这个品质可以提升，来弥补那些所谓因为设置光电所减少的这个栖地的面积。这样，你就算望远镜找好鸟，你不会看的人，你还是看不到。高雄市野鸟学会嘛举办志工营保育工作坊，希望透过实地观察，结合生态保育甲教育。不过发展光电甲环境保育想要双赢，好亲像是无解难题。为空中来看，这是东海岸那天海洋甲绿地规片真广大绿野的冲积线。形成草蓝图围起来淡水湖，这是在地人称之为梦幻湖的台东基本湿地。保护资本湿地，保护资本湿地，撤回不当开发，撤回不当开发。 2018年1月，台东县政府启动光电计划，打算伫226公顷的湿地内开发161公顷。 环保团体认为讲，将会严重影响到湿地功能，为未发展绿能的动机甲好意，目前无解。这是台南7股盐滩地，不过2019年起，全台湾上大的盐田光电场占地214公顷，相当是300座的卡球场，嘛引起杜鸟的转活的顾虑。 2017年，桃园鼻塘光电施工的工程，和民众看到讲，鼻塘的水拢抽打去，并且用顶起来的方式，直接将这个起来固定在鼻塘的底，和原始的自然鼻塘风貌渐渐消失。承诺的这个机制，或者是审查的机制，就比较不一定，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是比较可惜的，就是说布袋盐田这个案例并没有套用到其他地方。 好，我们讲这个是位置，不是区位来讲，其实都应该不要去影响到既有的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环境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装的地方，理论上会找生物多样性相对低的地方，去减少那个破坏跟冲击。经济部能源局统计，一直到2020 6月底，全台湾太阳光电设施申请通过已经有35373件。 第22个县市中，以台南市6227件上济，云林3724件排第2名。地球公民、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等有11个团体批评光电选地址无妥当，影响到环境，所以讲提出暂缓争议案件，以及触顶光电提关目标。地面光电建立配套，等政府负起责任，公民电厂全民参与。 用电的大户使用绿电等5大诉求。短时间内要冲得高，其实有可能争议就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其实期待是光电是好的东西，应该放在对的地方，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5大诉求的总体检讨。 光电放伫对的所在，会使实现能源转型；若是放伫唔对的所在，会去影响到生态甲土地。为了消除社会对光电的顾虑，能源局研究全新的光电审核方式、环境甲社会检核机制。伫工程施工前设计一系列的程序，来了解当地状况、民众的意见甲所有的问题，并且透过工法来回避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。 估计2020年底前会公告。我们现在谈环评可能缓不济急，因为目前的法令它就不需要环评。你如果要求它环评，还要有修法的过程。
所以这个部分可能难度真的是比较高。那我们会希望，目前既然政府主管单位也要求要做环境社会检核的话，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至少还可以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。基本上，所有大面积的开发，脑袋就要想到环境、社会这2件事情。环境的冲突跟环团的冲突，或给当地人的一些的困扰的这个可以有效的降低。做生态检核啊，做社会冲击检核，那我们真的会去问一个问题：那我们的环评放在那里是在干什么？有个好处是，我们的正规环评再怎么说，它有它自己的法律效应在。发展绿能是走向恢复家园必经之路，为再生能源甲生态环境的重吞，走向制度的建立。这条绿色的道路无较紧的路通行，嘛袂一路拢真顺，这需要政府、企业甲社会各方共同的沟通协商，找到思考发展出更好的新经济模式。绿能背后的代价，光电甲生态变共存，才是唯一解决的办法。